有好，各位台湾人平安，今仔日是咱2025年台湾时间正月18，下午11点，第165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日的题目是要邀请咱的讲者吴明峰来讲，就是90年代了的世代对台语文运动者的普遍印象。因为今仔日咱的讲者可能搁也袂入来，对，毋过咱共款会当先就即个主题来去讨论，会邀请吴明峰先生来甲咱的论坛讨论，是因为伊顶一道就是来甲咱分享，就是伊是读气象的，伊来甲咱分享对青藏高原的即个地理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安怎去影响着咱的国族甲历史等等的运动。对会后嘛有伫，因为咱会后拢有迄个讨论的时间，嘛有讨论着这相关的问题，所以就想讲诚好的机会，拄好，咱的台湾通讯是对90年代开始，嘛有90年代才出世的这少年人，会当来分享讲，无共世代对台语文运动有啥物款的看法，共同来思考要安怎互咱台湾话，咱台湾人搁进一步会当生团落去，安尼，咱先把时间交互中根兄。好，多谢伦婷。咱基本上是安尼啦，伊还未来进前有可能伊网络有问题，还是安那袂当入来遮我是拄则伦婷应该有讲过就是讲，迄天2、3个月前，伊来咧论迄个气象的时候，伊讲啊真好嘛了后大家伫遐咧开讲伫遐咧开讲的时阵。伊说，我咧问伊讲，恁这台语盘恁是差不多拢是90年迄开头生嘛，就是拄则论坛遐讲我想是90年后因为26岁是2000年后，毋是因为是台湾通讯开始的时阵，过10冬因较出世的。因这世代基本上因拢伫台湾拢有迄个本土教育也好，还是讲迄个台语课也好我就是足趣味讲毋知因这台语盘啦有偌济啦平常时因咧聚会、因咧交朋友的方式，即摆是拢是实体的，还是线顶的因为即摆经过这个 COVID 了后，即摆人和人的关系有变化足细啦我嘛真趣味讲因这个世代的时阵因对这个台语文的看法是虾米款啦普遍咱感觉真安慰的，就是讲最近有一寡这个台语家庭一寡迄个少年妈妈爸爸因开始用台语来咧带囡仔去佚佗佮家己组织团队安尼安尼看起来敢若有一寡袂歹网介绍伫网络咱看到的伫 Facebook 我直接到的是遮个家庭敢若袂少有一寡伫台语家庭伫用即个台语踮厝教所有的知识包括天文、地理、数学自然科学等等毋过即摆搁落去，因遮是30、40岁呢即摆搁落去，等我拄则咧讲的这位吴先生，伊是拄好大学毕业的世代，20几岁遮个世代，所以我就感觉讲真好奇因这个世代是虾米款我先讲到遮啦我是毋是讲请即个慧清是毋是你应该是咱遮你含论坛内啥物人较少年啦所以是毋是讲论坛你较顶你爱先离开啦你敢会当讲先卫生咧准备的时阵请你先来讲你的经验啦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拄则伊咧讲的讲悲情对20几岁囡仔即个物件咱不时拢有悲情咧讲咱台湾人的悲情已经袂当感动因已经袂当很有感觉毋知你的印象是虾米款安尼
咱先一个来讲啦吼，先用即个问题你先来讲，来较来请慧清来讲安尼吼。开麦克哦。歹势，我即摆伫电梯内底，我等下出电梯再讲。安尼吼。歹势，好。安尼是毋是迄个慧清？你敢无准备好势？你先来讲好无？我我今仔日想讲入来听一个。毋是咱今仔日逐个拢爱讲，所以是咱今仔日逐个拢爱讲。好，其实我应该是比伦敦搁较年岁搁较大一岁啊。好。系啊，毋过拄则讲到这，就是即马少个囡仔对即个台语，就是传承即个，算讲是毋是对悲情的部分较无感觉？敢是要问一个？我想要确定一下。对，嘿。哦，有啊，我有即种感觉呢。其实就是因为，算讲若是较少年的，就是伫咧做台语运动，还是讲对台语有兴趣的即个可爱的少年人，我即马较熟悉应该是迄个阿莹，迄个有咧做面册白种牙阿莹。我的感觉就是，像因有咧做，逐礼拜拢有咧做迄个，因有做线顶的分享会嘛。我就感觉讲，对因来讲，因是希望会当甲台语变做较生活，甲就是会当分享各种代志，也是讲平常日常内底的代志，莫讲，若是讲就是有一寡冤家还是讲较悲情的物件，因确实是会较无兴趣，而且伊嘛有较排斥安尼。对。但是因为我即马生活内底其实嘛无讲真侪少年人咧相处，因为我拢一个人大，所以就是嘛无特别感觉，若是有就是一定伫咧网络顶悬做分享会，一定囡仔尔安尼。对。所以基本上即马就是讲，若用你的经验，若讲伫实体的台语的社区已经无存在啊，对你来讲。所以敢若是。安尼算真悲惨咧，讲悲情无效。迄个敢是一个啥物台东台语？对。迄个因遐敢是有一群人，迄个敢是读阳明医学院的学生嘛？敢是还未毕业吧？应该是就是阿莹甲迄个啥物人，迄个阿东哦，因两个人是主要的主持。毋过因两个即马应该是无伫咧因原地学校。阿莹即马敢若是伫咧迄个师范咧读台文系的款。嘿。所以基本上你咧摇啦，你咧摇，伊嘛是讲敢若是存在伫网络尔，但是实体生活因敢有台语的空间？我咧想可能较少，嘛是应该是就是爱有条工去维持才有法度。好，安尼好，多谢。来，咱即摆请论庭来讲啦，来咱了，咱逐个人拢有机会，因为今仔日即个主持人主讲者无来所以咱逐个拢是主讲者咱每一遍发言免发言伤久啦差不多2-3分钟安尼就会使。来。好，今日咱头一个问题要讲，就是敢是少年世代较对悲情艰苦的物件较无感觉，甚至感觉过去的运动者拢敢若诉求这。毋过等到我身躯边的即阵伴，因完全袂安尼感觉。嘛毋是我身躯边的伴，你讲对做伙做代志，即几档的，即马犹阁上少年的，对你讲囡仔，对若是要比囡仔，我们买囡仔当然是做少年的较大汉的囡仔已经差不多初中2年细汉的有的，就是莫讲搁伫巴肚内嘛，拢搁有。若是讲做伙做代志，做公务员的。就是爸母就是30-40岁嘛，就拄则连讲遐讲的。若是讲少年世代嘛有迄款2000年后出世的，无毋对。就是毋过阮即阵的拢袂安尼感觉。毋过阮嘛毋是感觉讲悲情，敢若有悲情，因为实际上咱知影，咱即阵人甲回乡拄则讲的款，咱嘛是要台湾话变做是生活。
啊，阮即阵人是真正，感觉生活内底当然有欢喜的代志真好，毋过嘛有影有悲伤的代志。啊，特别是就是咱台湾人、台湾话的环境会到即马，即个悲惨的状况，当然是甲咱政治因素，就是迄遐悲惨甲伤心会互人愤怒的过去，也有地带。所以，阮看到过去的，就是遮的较直接的压迫，就是阮当然是对咧生气甲艰苦。啊，毋过阮嘛知影迄毋若是，就是应该讲，阮即两可能上深头会了入来即个运动，可能就是互迄个生气、艰苦、愤怒、悲伤的情绪，就是迄是阮头一个情绪，就是我可能20通岁、20岁，就是的时阵，迄等到是我上强烈的情绪，啊，到即马才变得讲，迄是我足侪内底，阮即阵人足侪活动内底的其中一部分，所以阮才会讲，当年上重要的。我妈妈两个活动就是日版甲台湾国，就是一个是咱的过去，啊未完全过去的迄个悲伤、愤怒、无公义，啊甲未来咱要去一个台湾国，佮咱徛伫即马来看所有的代志，所以我想的大概是安尼，啊对，阮感觉悲情最要紧的，若袂晓听，就袂晓听，就无啥物好讲未来的，就等到阮即阵人是安尼想，分享到遮。多谢你的分享吼。毋过吼，我会感觉恁台湾国即群吼，有比别人较特别啦。所以咱即摆是咧讲普遍的印象吼，所以是恁这是恁人的。对啊，因为我嘛感觉普遍就趣味的啊，就是普遍有影来讲普遍，我有影感觉，但大家拢会感觉讲，迄就是迄个普遍是毋是你讲阮少年世代，就是迄就是中国时代，就是就算到后壁做总统啊，中国的媒体嘛会拢讲，莫搁家己把摕出来做 ATM 嘛，就是迄其实是普遍的，迄敢是少年世代，应该讲是就是中国迄边的影响，啊当然有可能影响到少年世代，特别是影响到少年世代，因为少年世代较无过去的迄款记忆，所以我感觉迄敢真正是少年世代就是主体，我真感觉迄就是实名，对，到即马也未真正转型正义的迄个物件，就有影是普遍，啊有影迄个中国势力到即马搁较大，所以大家拢会感觉来看到即款艰苦的代志。想要去想，这是人类最正常的代志，就算是阮家己乌妈妈的囡仔，就是因听到有诶较细汉的啊，就我阵咧带幼稚园3、4岁，啊有时阮迄阵咧排练，就是当年的28点空，伫迄个蔡徐坤舞台下一边咧排练的时阵，有时咧排演记者会，有一寡行动剧，有创一寡假会。毋过阮的囡仔一听到，就是背景的配角是阿仁生的迄个1947寒冷的春天迄个诗，啊因。迄阵就是阮去排练嘛，啊囡仔就囥伫边仔，互因家己去，就是家己去创啥啦，过来3、4个囡仔，阮的囡仔，啊因听到，就迄上时嘛有别个团体的囡仔，毋过迄都毋是讲台湾话，啊毋是讲台湾话，因就是伫现场咧耍哦，就是走来走去，囡仔就是安尼嘛，毋是怪伊，啊毋过就是阮的囡仔，我妈妈的囡仔，迄3、4个囡仔，因伫遐，伊就雄雄讲，我即摆感觉足惊的咧，就是我想要走。我想要转去啊，就是伊就请迄天是双仔有就带，伊就请双仔甲人带伊走，啊双仔就甲讲，因为双仔迄天有排爱负责发言，伊就讲我知影恁足惊的，啊毋过第今仔日咱来遮是有任务的，就是记者会咱要负责发言，啊所以咱发言了，我发言了，我再带恁走好无？啊恁即摆会惊是正常的，就是咱台湾人爱会记你即个惊，爱会记你即个艰苦的感觉，就是因为咱若毋知影惊，咱就有可能擱会发生。啊！恁会惊，我知影啊，所以咱等下发言了，阮就来走。就是所以，阮会去安尼迄个囡仔斗阵。啊，我嘛感觉其实这才是正常的，若是对迄款悲情、对愤怒，下意识就是要闪嘛。就是阮嘛会当理解，毋过咱爱知影讲，这是台湾人的常业，就是迄就是咱的空嘴，就是咱无想要面对。阮是安尼看待。好，多谢，好佳哉吼，咱确定啊吼。咱只有一个精神科医生伫遮啦吼，当来分析讲看，咱即摆咱人的即个反应吼，到底是惊还是讲愤怒吼，还是讲听的心较积极的即款情绪吼，啊对咱人的学习还是讲咱的成长吼，有啥物款的，有啥物迄个关系啦吼，所以即个这位医师请你准备啦吼，我即摆看到即个疑问伫遮啦吼。
啊，语文是我伫线顶拄则熟悉几个月的朋友吼。啊，我会熟悉伊是因为按即个金华老师遐介绍来吼。啊，伊是讲伊最近才开始去上即个金华老师的台语课吼。啊，伊想要做，伊要参加即个台语鉴定考试，伊希望将来伊会当做一个即个台语的教师吼。啊，伊有2个囡仔，吼，感觉佫足细汉吼，一个介先打2岁，我若无记毋对，一个6、7岁安尼吼。啊，是毋是咱请伊文来甲咱分享一下？是安怎你会开始想讲要去上金华老师的课，吼？啊，是安怎你即马嘛诚积极吼？啊，你嘛来参加即个白话字的圣经的读册会啊论坛，你嘛来参加几遍？你敢会当甲咱大家分享一下你即个过程吼？请你甲麦克拍开好无？吼，啊，刷落去，请迄个新闻医师嘛准备一下，安尼吼。好，阳光遐大家有志平安。我歹势吼，我有诶字台语吼，可能无啥认得，请恁爱小可甲我指教一下。是安尼啦，我为虾米要开始甲台语捡转来，是因为我10几年进前吼，我都有阮阿姊啊，都甲我讲，我台语若会遮无好啦。啊，阮姊夫就笑我讲，啊，你足含慢诶，你是台湾人诶，你连台语拢袂晓讲，阮3个囝讲诶拢比你搁较认真，搁较好。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吼，我就知影讲台语真重要，而且会晓台语、学英语还是其他语言的时阵，足顺诶，就袂遐感觉会困难啦。所以我就开始伫学台语，是为阮囝开始，因为我发现阮查某囝吼，伫读幼稚园诶时阵，逐个拢袂晓讲台语。啊，我甲老师讲，也是甲迄小朋友问题，嘛是用台语诶时阵，伊嘛听无。我就感觉讲啊，哪会安尼？为虾米我台语拢无法度好好甲人对话？啊，伫台中遮嘛感觉讲台语诶人足少诶，所以我就开始去找资料，去看，倒位会当学台语，想讲要甲台语甲伊捡转来。啊，就去年7月开始，就甲开始报名去为迄金华老师遐开始学到即马安尼啦。所以我感觉台语是真重要诶代志，因为迄是一种对家己是台湾人诶认同。你若无感觉讲家己是台湾人，你绝对就袂想讲要去学台语。你嘛毋知影台湾诶历史是为当时开始诶，所以我感觉这是真重要诶代志，所以我就有兴趣诶啊。为迄个时阵就开始学到即马，搁继续伫学安尼，我无想要放弃啦。我敢会当甲你请教，我敢会当甲你请教一下，你若无方便回答，你无回答袂要紧吼。我敢会当讲请教讲你过去你诶投票倾向是啥物款？你敢有去投票？你有啊有啊。啊，你拢投哪一党诶？青色诶。我投青色。OK， 我拢投青色诶。所以你会想讲要转来即个搁学台语吼？除了讲家庭诶，因这夫诶因素吼，一大部分嘛是含你诶认同有关系啦吼。是。啊，你即摆囡仔，你伫厝里用啥物语言含你诶囡仔咧沟通？我拢用台语。拢用台语，啊，所以基本上因拢无问题，拢。阮查某囝无啥物问题啦，啊，但是伊吼即摆伫上国校啊，伊都渐渐啊都有一寡伫讲话拢用北京话伫讲，我听着我就是真反感。当然啦，我嘛会当理解，因为伊个细汉有一寡字伊袂晓讲。所以我就甲伊讲，你袂晓讲，你甲我问。啊，我若袂晓，我去查。咱来做伙来学，
是，袂晓讲的台湾话，嘿，安所尼。以确实啦吼，即马做一个爸母吼，做一个囡仔细汉囝的爸母吼，啊免啊请囡仔讲台语吼，实是拄着足大的挑战啦吼。对，我政治人物嗯，因伫遐咧讲啊，台语就踮厝讲就好啊，就晓。甚至踮厝讲学校的环境、社会台语空间若无的时阵吼，爸母是要安怎教？好像语文安尼，伊足尽职啊。囡仔学校去校进前，啊，伊嘛有尽个责任去讲教台语。啊，毋过若照我若无听毋对去，啊，伊即摆开始去读国校啊，啊，就台语就强要互扭去啊。这嘛是咱这心声嘛，希望讲啊，伫遐咧做台语的政策的人啊，会当听到啦吼。所来即个小文，你敢有伫遐？敢会当请你来吼？你用一个精神医学的角度吼，还是讲心理学的角度吼？啊，咱要来看这个代志啦吼，就是讲即个悲情，即个物件是会互咱搁有较大的快乐吼，还是讲会造成一部分人是咱的一个阴影，啊，所以调工要来摆脱，要来避免吼，是毋是？你会当还是讲其他针对拄则即三位啊，因的论述啊，你敢会当来回应一下？大家好，安尼感谢龙哥兄的邀请啦吼。啊，我是想要，第一个是讲咱精神遗憾嘛，无讲，我可能较歹用一个足专业的角度来讲即件代志，吼，因为，我想即件代志甲一寡创伤有关系，吼啊，我无法度讲我伫即方面足专业的，所以我毋敢讲这是专业的意见啦，吼。啊，毋过，简单来讲一个我个人的观察，吼，是讲像我足认同头拄仔论点讲的，就是，其实我感觉即件代志甲年岁无啥物地带，就是一个人对过去发生啥物代志有要义无要义，啊，因的反应是安怎？可能嘛毋是讲干那少年人安尼尔。我嘛有拄着一寡先辈，因平常时嘛是咧讲台语的，啊，毋过若是甲因讨论着类似的代志，因有时仔会感觉讲，啊，这着社会的自然变安尼啊，吼，就是语言自然着变做安尼啊，变做逐个较无要用台语啊，啊，这嘛毋是，即马因着讲啊，即马政府也无甲你逼讲你袂当讲台语啊，毋过逐个选择就是安尼啊，吼，啊，所以自然着变安尼啊。当然，伊毋是足介意目前的环境嘛，吼，毋过就是感觉听起来是无奈啊，但是嘛，因袂讲特别，因为安尼着特别要去学台文，还是讲特别要避免讲北京话即件代志。哦，所以确实像对啊，我感觉咱乌妈妈即阵朋友真正是足无简单，吼，会当徛伫一个足在立场，吼，啊，甲因相信的代志做好，这毋是一般人做会到啦。啊，讲到一般人的心理的状况，就是对啊，就是讲过去发生过啥物代志，对伊即摆的生活无一定有影响。啊，咱人总体是无想要开伤济快乐，吼，就是一件代志，若是互我感觉较有压力，也是讲会互我爱开较侪成本，吼，咱可能就会尽量避免莫安尼去做。吼，所以我感觉伫即摆的社会，要像即个语文来甲囡仔安尼教台语，其实是一个坦白讲是一个成本诚悬的代志啦，吼，就是你爱比一般的父母搁开较侪困难。啊，伊去学校可能嘛会拄着一寡一般的囡仔袂拄着的问题，吼，啊，搁有讲伊煞会愈来愈大，一定中语会愈学愈侪，吼，啊，台语的即个能力有法度维持无？这其实伫即摆的社会，我感觉拢非常的困难。啊，所以我家己的经验是讲，即个
每一个人要敢若迄个过程吼，迄个过程袂输像迄个，大家有看过一个迄个电影，就是 Matrix 吼，就是伊知影讲啊，伊即摆活诶世界毋是现实世界，是一个电脑诶世界。啊，就有人摕药丸啊，一个青一个红诶，要互伊食，吼，你要选对一个。啊，就是有人会后悔啊，伊就是讲选了即个红色诶，伊清楚啊，伊知影讲啊，即个社会是中华民国诶社会，咱要讲台语，但是伊就发现讲啊，讲台语真正是足食力诶，吼，一件代志，所以伊甘愿讲要转去本来迄种毋知影即件代志，颠倒较幸福。我感觉即摆咧学台语，你若讲要放弃讲北京话啊，要全部讲台语啊，学台文，其实成本拢小可成安尼啦，拢较悬，吼，所以足侪人会去无想要讲过去有啥物创伤，无想要讲过去台语受着啥物拍，我感觉可能嘛是即种感觉，就是讲迄也无效啊，吼啊，咱不如来讲即摆诶代志。啊，讲即摆诶代志，就是咱即摆要学台语诶人，一定有一寡迄种动机。迄个动机通常拢是你生活有需要，像咱伫病院食头路诶人，即个是因为讲，伊本来台语嘛无遐好，像我嘛是，就是爱去病院上班食头路，你着一定爱练，啊无你无法度服务遐个患者。啊，甲有讲，像头头论点讲诶，就是讲，有诶人知影遮过去有遮个代志了，伊颠倒是会较有动机，或者就是在人，我看迄个人诶个性，看迄个人诶环境，吼，有诶人知影遮个代志了，伊颠倒会感觉伊毋甘愿吼，伊要想要甲即个情形改过来吼，啊，所以伊就会较努力去甲台语学转来安尼。歹势讲了较长吼，这以上是我诶看法。多谢你诶分析啦吼。啊，其实人性啦吼，咱拢嘛是要追求较会当较爽快、较轻巧诶遐个物件吼。若袂记哩，就准拄煞去啊吼。啊，毋过语言这牵涉到世代诶问题啦吼。你到尾啊，无共世代人来咧看遮个问题诶时阵，拢会一寡无共款诶经验吼。所以讲，像讲阮即代诶人吼，阮会经过讲讲台语，迄种挂狗牌啊，吼。若所有好康诶演讲诶物件，拢是讲会晓讲外省话、讲国语诶遐个朋友去吼。所以亲像里面册内面有一个叫做 James 段进武伊就捌安尼反省，伊讲伊自细汉伊就感觉伊是外省人独立会诶一个头人。伊就讲伊到尾伊觉醒了，较知影讲原来伊诶外省人迄种诶骄傲感，是建立伫伊台湾同学诶自卑感诶顶面吼。即讲到这就会牵涉到公平正义诶代志啊。这到尾这就去牵涉到讲，算讲咱做一个人，咱做一个人，咱要追求啥物？咱讲好普遍的人，人性的人，咱拢会求物质的条件嘛，去求一个安全感，搁落去慢慢啦，那遐需求若满足了，咱会去要求一寡社会肯定、自我的肯定，还是讲追求一种的较悬的公平正义的这种的价值，这就变做一个金字塔的上顶悬，这人就稳定较少啦，我请是毋是讲请这个天灵兄天灵是咱这个论坛不时来的一个支持者顶礼拜有机会去伫尔曼含伊斗阵迄尔曼是咧讲台美人的这个历史的文化继承伫遐含这个伊名叫官位是迄个天天顶的天灵命令的灵陈天灵兄是毋是？你准备者甲会当甲麦克拍开另外嘛看到哪面咱拢是较共世代的人咱来用这个，咱来用咱这个
世代的观点咱来看讲即个公平正义啊，敢有需要转型正义才会问题啦所以是毋是讲请咱提定遐来，你先来分享，安那咪你来准备一下安尼你爱拍开麦克哦，提定遐你爱拍开麦克哦，安那咪你把麦克先甲拍开，来等一下你麦克还未拍开。拍袂开，你有听到我的声？阿伦拍袂开，阁无听到你的声哦。无安尼是毋是？那暝你敢有伫遐？你若会当麦克先拍开？有啊有啊，有啊，歹好势来啊！嘿嘿嘿，大家好，歹势迄个拄则离开，什么无听呢？顶礼拜伫二班看台湾会馆的朋友，大家做伙即个较知影讲，咱即论坛按拜六早起7点，美西时间煞来拜五暗时7点，所以第一遍参加，有机会熟悉遮侪年轻的朋友真欢喜，简单所以是咱要抓一个平台实在是足困难的啦。其实是咱台语流传逐个人拢会想讲我这台语讲了偌好我这方法偌好，技术偌好其实是平台上要紧啦。你若无迄个平台即文化平台人传播咱的即个文化咱就无法度通继续来传落去所以讲像讲若是外来政权伊要到一个殖民地伊上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你的即个文化平台传播咱讲所谓文化平台，就是咧讲着学校还是讲媒体所以讲即个联合国伫1946的款，因有为着迄个 linguistic genocide， 就是讲语言种族屠杀，因有下一个定义啦，就是讲你一个殖民者，你若去到一个殖民地，你禁止学校讲因的母语，禁止伫媒体讲因的母语，禁止伫公共平台讲因的母语，迄就是语言种族屠杀啦所以伊这虽然毋是真正杀人、甲人性命、甲人杀互死，毋过基本上伊是将你的语言甲伊杀互死。到尾遮个人活咧的时阵，因就袂去搁去继续存在伫因原来的文化，而且会互遮个受殖民地遮个人，遮个知识分子因较贤学殖民者的语言，甘心乐意来为殖民者服务啦这毋是我讲的，这是语言学家，我引用语言学家的讲法那米，你敢有伫遐？你敢有要来甲大家分享几句啊？你麦克爱拍开哦。
介绍无方便的款吼。后来咱敢有其他的人要补充吼，我来找咱即代的吼，即个啥物人吼，迄个俊仁啦吼，俊仁遐，俊仁遐住伫 Houston， 吼，即个拄则个阿伦就是我迄个天灵遐，伊住伫北加州吼，即个阮北加州有那个另外一个智慧者，智慧者嘛是啊吼，好，无智慧者，请你准备吼，咱即摆请即个俊仁啦吼 ，Houston 的迄个潘俊仁吼，我应该无看毋对去啦，应该是俊仁的款吼，说饭吼，你敢有方便讲话？若有请甲麦克拍开好无？无咱请即个智慧者吼，来甲你分享一下吼，咱用即个咱较老的即个世代吼，来讲咱的看法。智慧者，你麦克爱拍开。其实我无啥了解你今仔日主要的重点是要互大家发现做啥物部分啦？你重点是啥？我较会通讲。爱讲吼，今仔日本来咱是有一个主讲者，一个少年人要来分享吼。伊无法度通来，咱毋知啥物款原因。伊要分享的题目，就是讲，伊差不多是即摆20几岁啊，因即代吼，因对即个咱咧推动台语，还是讲对咧教育台语，因的看法是啥物款吼？我的问题是，拄则即个谢文医师有咧分享讲，即个人生是爱变做讲，逐个拢嘛爱较轻巧的吼对即个较无爽快的物件，尽量无啥去甲想吼。伊少年的人，伊嘛袂去经验到咱即代较年纪较济，咱有经过即个戒严令、白色恐怖，咱的语言有得到压迫，所以比较讲，甚至咱平常时讲台语，连咱即摆要讲台语嘛，讲安尼哩啦吼。所以少年的人，伊有一寡像即个像今仔日本来的主讲者，伊是讲即个因即代20几岁啊，即代人，因对悲情啦、转型正义啦，即个物件，因为已经是拢无啥物较无感觉吼。咱即代的人的观点是安怎吼？咱若大家共同做代志的时阵，是毋是会当讲会当去理解着对方吼？伊的情景伊的感觉吼？安尼大家假使若有一天有需要共同做啥物款代志的时阵，会较好势吼。所以我就是讲，请智慧者你来分享讲，你当然你足久就搬来伫美国啦吼，所以检采你对台湾的情形也毋是讲遐尔啊了解啦吼。你就来分享讲，你成长的环境的中间，你对即个台湾语文吼，敢有受到啥物款的歧视，还是打压迄安怎影响你的语文态度？安尼好无？刚才你讲的，我来美国50几冬啊，比我伫台湾住搁较久啊。所以你若讲你的重点是咧讲台湾的教育的时阵，我对台湾教育目前我也无啥了解吼。因为我会记得后边迄个时阵有讲要爱咱大家爱有囡仔爱来学伫国校爱有读台语的迄个课本嘛，好像有这项代志。即我是毋知，即嘛毋知还阁有安尼无？
伫个国民校，因敢还佫继续有迄个台语课，我是讲一年2年就是国民学校。因若有诶时阵，我是真赞成，因为我会记后壁迄阵一开始诶时阵，我拢台举双手双脚赞成。啊，因若抑佫继续，我就真欢喜啦，啊，若是讲无继续，我就爱知影讲是哪无继续，因为我毋知目前是安怎样啦，啊，嘛佫伫，若讲是咱伫美国诶，遮个台湾人诶后一代，像我孙仔，啊，我著甲因若来我诶孙仔和我无带做伙啦，嘛佫近啊啦因差不多1礼拜会来找我啊，我著甲伊讲，你若来我遮诶时阵，著爱和我讲台湾话，我著爱甲教，因为现场啊教，因为伊来甲我，反正我含伊讲啥，我拢当然我爱甲翻译讲，英文是安怎讲安尼嘛。就是讲我即马来遮变做英文和台语诶翻译啦。伊若无咧读，有啦，有去中文学校嘛个，迄嘛是哩啦啊啊，所以我诶重点是讲，我会当做诶，就是讲安怎和我诶孙仔讲台湾话，安怎教因啊，另外我几啊年前，我有去参加迄个。阮遮有一个敢若台湾诶各种诶语言诶迄个传承啦就是讲，阮遮有一个组织，阮有迄个台湾话教台湾话，甲囡仔教台湾话，啊，甲阮一个组织内底分做，像我就是负责教台湾话，啊，另外一个是。迄个讲客话，有一个客话老师，就是讲迄客话诶爸爸妈妈希望伊诶囡仔，是讲伊孙仔继续讲客话，啊，我嘛是，所以阮咧班分做几啊种，啊，各种诶年龄，啊，因为我讲台湾话，所以因甲我派叫阿拉你来教台湾话，嘛个迄个时阵，阮用诶台湾话诶版本呢。是用迄个大咧毋送，就是毋是，我一时想袂起迄个啥，就是讲伊迄个版本伫台湾敢若无推销了无偌好势，可是我感觉真好用。我通用拼音啦，想起来，我是用通用拼音去教，因为通用拼音的方法是比较是较我。用语诶迄个方法啦啊，我感觉用通用拼音来教囡仔拢做，因为含伊英文差不多，啊，所以因咧接受足紧诶。我是讲教美国诶囡仔啦，啊，你若教台湾人，住伫台湾诶囡仔可能无相款啦我是讲我家己诶经验，通用拼，因为我伫教会，我嘛是做迄个。主入学老师的教囡仔老师，啊，所以我著教我遐囡仔唱台湾歌，佮甲翻译讲这啥物意思安尼，这台湾歌是唱迄台湾歌诶迄个囡仔诶圣歌啦就是迄个 nursery rhyme 嘛，什么迄种，嘛个是台湾话诶迄个。小朋友的迄个 church 的歌，教堂的歌就是啊，我嘛甲因迄个什白莲寺迄条歌，佮再互因去台顶表演，伊嘛表演足好会晓讲，阮咧教堂就讲哦，你这囡仔，你这教出来囡仔，佮会晓用台语去唱圣歌因做 surprise。所以台湾伫美国诶台湾囡仔，毋是袂当教台湾话，是看你要爱教无爱教。啊，阮即摆伫遮，阮有台湾同样，毋是台湾会馆，
台湾会馆内底都有，都儿童班的台湾话，也有大人的有的大人嘛袂晓讲台语，因着开一班专门的互教大人，一班是专门教囡仔。因目前因做了真好啦，虽然我即摆无伫伊内底，感谢经南书院嘛吼，雷明汉遐一寡人做咧用吼。安尼感谢吼。即个通用平，咱实在是吼，咱是做努力，是讲，即教育政策毋是落伫咱的手头吼。所以咱即摆文字安尼一人一套，好用的伊就调工过来，你无爱用，咱有几百档的传统的标字无爱用，伊就过来你发明迄套，互咱乱糟糟啊！迄嘛是咱爱面对的一种问题啦吼。我有看到桂兰伫遮，桂兰你搁伫遐无？桂兰，嗨，来，敢会当请你来回应一下吼？就是讲有关讲啊，即马你含遮个少年的遮个爸母吼，咧教囡仔，你真有经验吼，你才有含有交陪嘛吼。有关讲要做安尼，人若讲了台语讲了较无正吼，要去人改，敢有啥物讲低卡吼？有时咱是出于好心，伊讲了毋对去，咱想讲要甲纠正一下，这敢有啥物款的要点？你敢会当用你的经验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另外迄个咱那个迄个啥物俊仁本身你若是有准备好势你莫去拍开，就请你来讲即个那米嘛是好，安尼咱请桂兰咱来讲分享一下。其实伫这改这别人的错误的时我感觉这嘛是看人你若毋是比如讲像咱的语文啊，你若甲改伊会足愿意接受的，伊因为想要求进步，你有的人你甲伊改伊就起屁面啊，所以这嘛是看人，就是讲你若有甲伊伫遐甲留话讲，你遮安怎伊若无反应，还是安怎，咱以后就莫阁去甲讲安怎。亲像阮伫迄瑞士台语遮迄面册来讲阮写出去的物件，若有人要来甲阮纠正，阮拢足欢喜。这就是讲相对咱嘛是想要求进步安尼。这是上大一点我拢甲这少年人咧做伙我甲因的学习诚济，因为我感觉因的精神足可嘉的就是讲因无少因家己的收入啦认真拍拼咧甲即个台语文即个资料拢甲收入去电脑化，互逐个利便咧使用，所以我就是讲愿意对因做志工，因为咱即马毋是欠缺是啥物，咱将遐资源留互因，咱伫后壁因需要咱斗相共啥，咱来做啥，安尼确实有影因诚辛苦，但是因会有即个推动的力量，因用因的科技的智慧技术，因会当安尼来做。我感觉因一定的确有一个对台湾主流有一个足要紧，一个足要紧的即个推动力所以咱年纪大，咱会当做啥，就甲因斗相安，只是安尼尔我感觉咱无需要去甲人辩论相骂冤家，因为伫即个公开迄落。你用相骂伫遐讲，我即套较好，你迄套较好你迄套安怎，伫遐咧浪费时间，不如咱来紧来做咱应该爱做的代志。我是感觉安尼颠倒较有利益啦。甲人冤家颠倒拍歹逐个人的感情，无必要。伫台湾即马即个社会，其实是民主化无毋对，毋过咱的文化。
是抑搁咧防失眠诶，咱诶胃头到尾拢抑搁失眠者诶即个毒瘤啦，拢完全无改变。所以你要甲改变，你若无彻底为小学诶即个课本诶历史来完全来改造换新，迄是你要改变这老人足困难。因为这老人，尤其我进前咧做即个论坛诶主持人，我一直是想讲要一个使命，讲甲这个汉字派来甲因招来甲咱联合，看因会当来学歌、白话字袂。毋过我发觉讲，我安尼2档落来，我感觉失败。所以这个人，我即马是无爱甲因搁交陪迄落，就是咱着专心做咱应该爱做诶代志。因为迄是无可能改变诶代志，老人啊吼，搁而且因汉字诶底子拢足强诶，因感觉讲要放弃这吼足可惜，而且这是对因来讲是价值性，白话字就无价值性，所以咱毋免去改变，咱为咱诶细囝来开始，颠倒较紧开啦，嘿，这是我。安尼甲遮少年人咧做伙诶一个足大诶感想啊！多谢贵兰吼，咱若读着文字吼，咱着去讲袂了。其实咱即个论坛是咧主要咧讲提倡大家用台湾话来论台湾文化吼，咱并无特别要去讲文字诶问题啦吼。小文医师吼，那面我介有看到你开开吼。嘿，即摆才开开。咱要开即个麦克嘛，真无简单。因为较无咧用这 Google 吼，对这叫真清楚啊。是，对。好，安尼无咱请你来讲，较顶下我要请教小文医师吼，请小文医师准备吼。好，咱明再讲几句啊，好无？因为咱今仔日啦吼，咱今仔是安尼啦，咱本地要来讲诶即个主讲者无来啦吼。虽然今仔大家拢是主讲者啦吼，因为无人举手，所以我只好就一个点名吼，互我真紧张吼。所以请大家斗支持一下吼，勇敢举手吼，做伙来经营咱即个论坛吼。好来，迄个那米请。互你点者足紧张诶，你较紧张。我实在是足歹势讲，迄个甲迄个囡仔带来遮诶时吼，有甲因保持毋过因甲即马拢还阁真甲我讲甲真好势。毋过甲孙仔诶时吼，我说足无办法，一直感觉讲足歹势，孙仔无法度安尼。以前较早诶时，阮教会我伫洛杉矶台湾基督长教会吼，即间教会以前拢一直有白话字咧教吼，教大人教囡仔嘛拢好又咧开班吼，也是讲教即个社区诶吼，就是讲愿意来学诶人安尼。迄阵啊，改成教了袂歹，用过台湾长老教会咧教安尼一本教册本来差不多一期毋知几礼拜就教了，一期几礼拜就教了，教了相当袂歹。毋过后来就无去啊，我毋知是安怎来无去吼，就无感觉真无彩安尼吼。因为教会迄个少年诶，后来离开了，就剩阮遮白头仔啦吼，所以即个就变做因剩讲英语谱诶，甲讲台湾话安尼，变做混安尼啦吼。所以我嘛感觉讲，这嘛是一个真无彩诶物件吼。不过就是遮老人拢总还阁伫遐，拢总会保持即个台湾话吼。我是感觉讲安尼还阁至少还阁足好，有保持即个台湾话。你头拄有讲到即个公平正义吼，是讲着啥物？
一项代志吼，一项代志其实阮老爸是有受到迄个像讲伫国民党的时代吼，受到真大的即款的，要哪讲委屈啦吼，迄个委屈实在是，就是讲你无地讨安尼，伊要甲你冤枉，你就是你想尽办法，你嘛无法度，伊就是有办法甲你要哪讲，互你无法度将迄个冤枉甲偷开安尼。啊，当然尾也有得到平反吼。啊，迄是，就是讲因伫迄个权力的斗争内底啊，另外一方面甲压过，安尼才有法度甲迄个代志抛平去安尼。啊，是也是足冤枉。啊，就是到即满我人来看讲，遐新闻来讲。台湾有想要做，啊，毋过就是讲，你也拄到即卖的情形，伊嘛是还阁无法度做。就是你要哪讲，你无够迄个气来去甲这个代志做无足彻底安尼。我是感觉讲这是足无彩的代志啦，真无彩啦吼。你讲台湾人会当执政，啊，毋过嘛是无法度去甲应该爱做的代志，还是讲应该会当做好的代志，无法度真彻底甲做甲真好势。无彩。多谢咱咪的分享。啊，你的情形我足共啦，我囡仔拢台湾的拢阁有保持咧，啊，到孙吼，佫拢投降啊，我大吼。我感觉足歹势，我食物件啦，食物物件也甲都讲要食啥物物件，以外无法度。这是安尼啦吼，你若讲一寡迄个语言学家咧讲文化变迁、语言变迁的代志，这语言一定会变啦吼。啊，若是自然的力量咧变，啊咧变的速度吼，无遐尔紧吼。啊，对咱即代人诶迄个无方便，还是讲个牺牲，吼，就袂遐尔大啦，吼。啊，尤其你若讲牵涉到即个，尤其佫是咱的语言佫去互安尼个挂掉迄种诶，吼，迄个牵涉到公平正义诶代志啊，吼。就是讲本地是少数人诶语族，啊，用政治诶压迫，甲多数人诶语言甲伊消灭，吼，啊，迄个牵涉到公平正义诶代志，吼。所以，这咱若去台南市人院吼，咱会伫遐看到一块石头啦，吼。啊，迄个石头有写3字，写做毋甘愿啦，吼。啊，迄是黄宗辉牧师吼，其中诶一个神学之一啦，吼。啊，黄宗辉牧师，咱若较毋捌伊诶，咱会当去甲 Google 一下，还是甲 search 一下吼。啊，检查你用伊叫做Soki Coe COE 吼，伊诶日本名来 search 吼，你用英文去甲伊 search 讲 Who is 黄宗辉，我用白话字来写，吼，还是讲 Who is Soki Coe 吼，安尼来伊伫即个世界诶神学遮诶论述吼，就拢会出来吼。啊，伊主要论述就是讲叫做处境神学吼 ，contextualize theology。啊，伊就是讲，这新闻律师，请你准备一下，我要甲你请教即个问题吼。我想吼，咱咧讲诶毋甘愿，咧讲诶公平正义吼，毋是为着咱个人啦。吼，因为咱圣经讲咧讲诶讲吼，这伸冤在伫上帝啊，或者上帝甲咱伸冤啦，吼。啊，毋过伊嘛是会鼓励讲，咱来行一个公平正义吼。我相信黄宗辉牧师，伊伫遐咧讲毋甘愿，啊，当然伊是有引一个讲，伊按日本坐船仔转来诶时阵吼，
互因为讲台湾话，互日本军官甲伊欺负去看代志，迄个当时真毋甘愿，所以是用迄个例。毋过我看伊整个的神学的论述，伊提出即个毋甘愿的即个神学论述，伊是咧讲迄当时伫白色恐怖的中间，伊等于到台湾，伊真尔啊毋甘愿，伫遐咧为咱台湾人的即个公平正义，来咧走撞，伊若是要为着家己，伊就住伫英国好势好势，嘛毋免讲伫即个礼拜四行2冬台湾还阁诚危险的时阵，阁等于到台南新学院做院长啦，所以我即摆就想要请教即个谢文医师，咱有即种的毋甘愿，敢会成做咱的心理的无健康，若是讲是为着家己的毋甘愿，还是讲为着看别人安尼受着无公平的对待，还是讲咱整个族群受着欺负，即种的毋甘愿，你敢会有啥物款的心理上敢会有啥物款的差别啊？所以我是不是用这来请教即个柯医师好，安尼感谢梁光兄的即个问题，我是感觉讲，坦白讲，这我感觉嘛超出精神医学的范围啦，毋过我有一寡想法，咱讲到这毋甘愿对过去伫台湾发生的遮个228啊、白色恐怖遮个代志，这是对咱规个台湾的族群即个社会造成一个足大的创伤。精神医学有咧研究即个甲创伤有关系，对人类产生的症头，就是叫 PTSD 嘛，的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即款的研究一开始是为迄种战争烧战伫迄个第一届的世界大战了，就开始足侪资料，所以大家愈来愈了解创伤会对人产生啥物影响。创伤来讲，有时迄个镜头会变做慢性化，像伫台湾遮是足长期的台湾的族群，互人受到拍足长期的时间，所以这个镜头自然会慢性化。慢性化了后，就变做讲，像咱人是要安怎来接受即种毋甘愿的情绪，接受咗咱身边发生过遐济无公平的代志。包括讲，有个人会认同即个迫害者，就是讲加害者因的论述，有个人就会认同会接受，变做讲即个足自卑的、无自信的，所以咱有时定着会听着讲，即个爸母会晓讲台语，毋过超工无爱甲囡仔讲台湾话，就是伫迄个社会感觉会接受讲，即个讲台语，咱像一个足粗俗的即种感觉，这伫听着一寡北部的家庭，年岁和我差不多的即个朋友，我讲因兜的爸母是安尼，所以这是足定发现的。嘛有人就是变做讲咱想讲就变做郁卒啊，感觉未来无望啊，做啥物代志拢袂改善啊，所以就会放弃啦，放弃讲要甲即个毋甘愿像讲接受，就变做讲当做无即件代志嘛。好，有个人就是讲甲规个代志拢放袂记，莫阁提起，就是有个人是安尼面对创伤，面对即个足大的心理的 trauma，所以我想这毋是一个无健康的，应该讲咱人的心理的即个防卫的机制，本来就是有一款是讲，你伤艰苦的代志，你莫甲想起来，你才有法度暂时甲经过。毋过到即个久啊变慢性化，你迄毋是真正放袂记嘛？你其实嘛是知影，只是讲你超工无爱去提起。
这到底有健康无健康，真歹讲，因为嘛有研究讲，针对一寡即个 PTSD 的患者，你若讲伤过早、伤早期来，互因想起迄阵的创伤的代志，譬如讲有的人是互人迄个性的部分，互人受到侵害，还是讲即个小战的时阵受伤的即款的，有的人是讲你若伤早期来治疗，因的镜头颠倒会变较明显，颠倒因的心理健康会退步，所以嘛袂当讲，咱拢放袂起歹讲，就是一件无好的代志啦。毋过台湾的情形应该是行到即个坎站，时间嘛过真久长啊。所以其实我感觉颠倒，我会感觉即种毋甘愿是对咱来讲是一个力量啦。对有意识到的人来讲，应该是一个会当互咱搁较打拼要坚持落的一种力量当然。因为我感觉即个代志算真复杂，就是咱的族群内底嘛有足侪人无共款，像头拄仔讲着讲，台语的问题有几啊项，大家要教的方式、要用的方式无共款，这就会造成一寡无共款的反应啊。所以我感觉大家要安怎讨论即个创伤的代志，到底安怎讲是同好的嘛，足歹讲吼。毋过我感觉咱即马即个社会应该是行到一个坎站，是咱。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啦，毋是讲医学上是安尼，我个人感觉讲，过去发生的代志，你要感觉当作无发生，是一件是对咱无帮助的代志。应该是讲咱了解过去发生即件代志，即个伤害嘛已经造成啊，毋过咱拢生存落来啦，咱拢活落来，即马咱手头有遮个资源，虽然讲毋是介理想。咱会当用的资源就是遐济，毋过咱即马会有啥物步会当行，咱有啥物目标爱去达成。我感觉即个创伤对咱的影响，应该是安尼来面对，是较健康、较妥当安尼。这是我个人看法。我真同意讲，有时即个创伤，咱积极去面对，会当互咱产生力量啦，我相信这嘛是黄宗辉牧师伊伫即个台湾人的情景的中间提出即个毋甘愿的即种的神学的论述听讲即马伫台南新人院有一寡争论啦，就是讲即个毋甘愿即个牌是毋是爱摕起来希望我的消息是无正确。我是感觉讲两边即去牵涉着讲咱即个民族认同的问题，即嘛牵涉着一寡神学的问题民族认同的问题咱就免讲咱就知影。你若认同中华民国，虽然这毋甘愿都无嘛，咱就是大家安尼好势好势安尼过去，就向头前看，以前所发生的，咱即代较牺牲的咱后代就无遮个问题伫神学上，我会感觉讲，是毋是讲咱咧信的即个基督教，是关系着个人的得救，还是讲关系着咱整个土地人民的即个得救啦讲到讲即个讲咱即代较牺牲的后一代咱就 OK 我会记得几十当前咧搬一个迄个单位的出戏叫做有耳无喙一个老阿婆阿丽伊安尼拢走去学讲英语讲拢头壳疼，就是讲咱即代较牺牲的啦就往就安尼咱就台语往讲咱后一代就好毋过最近有一种论述叫做文化基因敢讲咱台语族群咱的咱即代较牺牲的后一代就 OK 我是感觉讲无一定是安尼啦因为语言受压迫咱规个文化的即个自尊心、自信心规个拢去互破坏去伫无形中甲咱遮的
这自卑感，啊，伫无形中传互后一代啦，吼。这个比如这伫遮吼，我是读恁新妇迄本迄个《Two A Legacy》吼，伊讲着一个 Lisa， 一个受难家属的第二代，伊因老母搬来美国，因老母拢刻意甲伊暗藏伫离别的消息，毋过伊即个 Lisa 原来还阁会去感受着讲因老母的迄种的无安全感吼，所以递到着讲因某仔囝内面产生足大的问题啦吼。这是我有你新妇迄本迄个 Two A Legacy 吼，读到即个信息啦。所以甚至讲，咱妄想讲，这台语的问题，阮即代若过去翘去了后，咱的子孙后一代就拢 OK 啊吼。我想无一定是安尼啦吼。咱也用即个社会语言学遮的报告吼，去读黄宣范因遮的即个报告讲，代代入学的新生是偌济吼，代代的即个教授因的成绩的分布是安怎吼？我想是还阁要过，上机会应该是会过啦吼。毋过我想，这毋是一两代的代志，安尼尔啦吼。咱嘛会当看着讲，这语言受打压的这族群倒来吼，咱的自尊心含这自信心吼，拢会比即个统治者的后代吼，搁较弱啦吼。咱搁有差不多10分钟、5-6分钟吼，咱是毋是还未讲话的人，咱想要来发言一下。拢无人举手要来点名。慧清来，你搁伫遮吼，请你过来对遮的论宣吼，你毋知有啥物款的看法啊？我拄仔听大家咧讲迄个，就是幼政用力的这个部分，我有想到一件代志，甲大家分享者，就是讲，因为我进前有一阵仔是一直拢写台文伫我的面册顶悬，但是即马就较无咧写。当然有真侪原因，但是其中我有一个，就是一个感觉甲大家分享看卖，大家就是会当做参考啦。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感觉讲，若是你对即个人伊本身分享的物件的生活是无兴趣的，你莫去共纠正伊的用意。讲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迄当阵因为我拢写台文嘛，所以我有足侪面册顶悬的朋友是就是台文科内底的人。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讲，有一寡人啊，一两个人，因对我的生活，是讲我分享的代志是一点兴趣都拢无的，就是伊对我发生什么代志，我的心情安怎拄安怎，伊是拢无兴趣。但是伊若只要看到毋对的字，伊就会伫咧下骹直接写讲你这写毋对，还是讲用法毋对。但是可能迄个物件，迄个 post 我可能是咧分享一个我足无快乐的心情，是讲我足欢喜的代志，我就感觉讲，你是安怎拢无看到我咧写啥物，干那看到即个用字，还是讲即个文化是错是毋对的。我会感觉讲，就是希望大家伫咧，就是想要分享正确的用字，还是讲文化的即个过程嘛，会当小可去共开讲讲伊写的物件，还是讲伊分享的代志是啥物，安尼较袂互感觉讲你只是想要来改正我，安尼，这是一个。当然我毋是怪迄个人，但是小可一时会互感觉无爽快啦，安尼，甲大家分享。多谢慧清的分享吼。其实你这种的感觉吼，我嘛有啦。
我是咧一直咧想讲，咱台语咱敢有用台文来咧辩论，来咧思考，来咧分享文化的能力足侪文学读册会即个内容，足侪是咧讨论语言，甚至伫遐咧查经，伫遐咧读文学，重点煞变做讲是咧学写台文，还是咧读写台文？所以即点我有时会感觉无啥爽快，毋对毋过我嘛会当去为着对方来想啦，因为大家就是真急啦，真急讲哇惨啊！咱这台语文要失去啊，要失落啊！过头的操烦，过头的紧张我的经验是安尼我安这3、4冬咱伫论坛中间，我所学习到的就是讲，毋免遐尔紧张啦，免较轻松的较主要的是讲咱来遮还是讲咱参加读册会当然是每一个读册会有每一个读册会伊的定位啦咱若假使讲咱的定位是要来放伫文学欣赏，咱要来放伫即个读经，还是啥物物件？咱的即个重点无应该去放伫文字的讨论顶头，咱的重点应该爱去放伫讲咱逐个思想、咱的感情的交换，安尼啦。为请我安尼分享，你感觉啥物款？我想者，我有小可有即种，嘛是有即种感觉的，就是讲，大家咧做即个台语的读册会，还是即种类似的活动，落尾拢会真亲像咧教人台语还是台文要安怎写安怎讲才是正确的。毋过其实我可能因为我是2002年迄当我就开始就是算讲是有无遐尔啊专心咧，就是用台文写物件，因为就是我尾仔开始小面册嘛，就是迄个韩国的idol。因为当然你伫即种文化内底，你要用台文分享是足困难的。一开始我还佫有就是写一寡伫咧小idol的一寡分享用台语写，但是落尾就是你会愈来愈感觉讲看台文的人对即个文化理解的需求无遐尼强的时阵，自然你就会开始慢慢写较少，因为你感觉讲可能无遐尼侪人咧看。当然嘛，因为我接触到的人就是用华语分享物件较侪，我若硬要用台语分享，还是讲硬要用台文写互因看的时阵，变做当然就是我的迄个安怎讲头拄仔有讲到的即个成本会较悬。对，所以我就当然这是较无好啦，就是因为我即马确实是就是较少咧写，讲嘛无讲遐济安尼。但是毋知我嘛毋知影即马要安怎，我嘛有想讲是爱搁开始来写，但是就是当然就是动力无遐强，因为看的人无遐济，而且对台文有兴趣的人，对即个我咧介意的即个物件兴趣嘛无强安尼。我会当理解你的迄个你的想法啦尤其讲你开始讲你咧用台文咧写讲我即马我有一寡代志需要来帮衬的，讲我即摆情绪有一寡负面的情绪的时阵，对方拢无听到你的信息，拢干来想讲你即字写毋对，即文也写毋对，迄种的
不只啊受伤啦，我会当去介绍我去感受着，我嘛不时有即种诶情形诶时候，哦，咱写安尼哦，我是要咧讲这，但是到尾啊，伊看到诶是敢若迄个文字上诶即个差异啦吼。咱阁有3分钟呢，敢有人阁志愿要主动举手诶？我感觉我真敖呢，我今仔日安尼也无准备吼，临时咱无人来啊，咱会当安尼来经营即个90分钟诶节目。好来，Nami 和 Aaron 拢有举手哦，恁是咧我示赞，还是讲恁要讲话？恁若要讲话，恁着甲麦克拍开吼，啊直接来讲安尼嘿。好，安尼迄个搁3分钟哦，把握机会哦。俊怡，来 ，Hello，来。我即摆是要针对迄个安那甲个囡仔讲，人来，比如讲甲我诶孙仔，安那甲伊讲，人也来讲台湾话，咱毋免伊也听毋知影你什物台湾历史什物，拢毋免讲，因无必要去知影迄个，因为太个年纪个上过细汉，袂通了解这，所以直接就是甲伊讲。阿嬷就是按台湾来，吼，咱古早就是按台湾来，互伊知影讲有台湾即个国家伫咧，安尼都好啊。免哪教呢？我咧想讲，我细汉诶孙，阮爸爸妈妈是安那教我台湾话，伊嘛无用写诶啊，伊嘛直接向我讲，都直接教法，伊着互我讲，啊，我着安尼听。所以共款啦，咱即代嘛是要甲孙仔。我细汉时，阮爸爸妈妈伊也无用笔去写讲，我这安那拼音什么我个说，伊直接和你讲，伊就摕一个苹果来，这是叫做苹果，这个叫做山影，还是叫做啥？迄直接的，所以伊就认，迄个囡仔就讲，这粒就叫做苹果，这粒就叫做山影，这种的就直接教法就是安尼，所以咱若对迄，当然你教一个人讲安那讲台湾话，要看伊诶年纪啦。我即马讲诶是讲对小朋友来讲啦，因为我教诶拢是小朋友。所以我甲你讲，我是哪教因伫教会教因唱台湾歌，吼，迄嘛是拢直接教，无写字诶。我唱一句，因唱一句安尼，因着背起来啊。当然我会甲翻译讲迄啥物意思，吼，即种。因囡仔伊就是一种，语言，因当我唱歌来讲，还是讲话来讲，伊就感觉就是讲，伊听伊啥，伊就背起来，这直接写话，无需要有看伊年纪啦。你若出，是讲，我才是要强调，就是讲，教囡仔，你着毋免去甲伊讲安那写，迄无必要。嘛，佮咱互先知影有即个物件，有即个发音，顶下有一日伊较侪岁啊，伊就讲即个音含即个字含即个音原来就是安尼斗做伙，迄个是个第2步啊。所以第一步，就是咱即马时间剩几分钟啊吼，我有看到 Nami 有举手啦吼，佮介绍俊仁的麦克应该拍开啊吼，无啦，我无举手啦，我是要甲你拍手啦，讲。安尼哦，好 ，OK。讲规个嘛，主持个讲好势。迄个俊仁，你敢有？即个亮光兄呢，即马敢有听？有，即马拍开啊。有吼，歹势啦吼，因为我就是较有拢有出问题，所以拢无举，无开电脑啦吼。我即马是有一个，实在是，拄仔听着咧讲咱的即个。咧讲心理学啦吼，我是想着足久以前的一个代志，就是讲有一个朋友呢，咧讲着228，因为咧20外当前，那逐个台湾人做伙是就尤其即个228，拢有一个228的迄个活动嘛。阮迄当时叫吼牧师啦，还是讲受难者，伊伫台啊拢请伊来咧讲。
拢是讲，就是迄阵拢较悲情啦吼，拢讲过去安怎安怎。其中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迄当时毋知是啥物人牧师咧讲安怎安怎诶时阵啦，伊咧讲着啥物人诶家属受着啥物种诶受害啦。我一个朋友呢，无量无敌哦，伊本来伊因为是长老教会诶人啦吼，细汉伊讲那是长老教会，迄代啊中大诶，伊迄当时伊伫遐雄雄山两大声起来，伊讲定定听着恁即搭遮诶人咧讲着咧讲你受难者，恁到底讲诶人是真正是受难者，恁敢知影受难者受着诶家属诶迄种悲痛？恁是伫遐咧讲啥物？恁敢知啦？我迄当时听着我真是惊一跳，因为我听含伊朋友讲起来，真嘛算真好诶朋友，10外冬啊，敢若知影讲因兜那时有受过，敢若听尔，但是毋捌听着伊安尼念起来。尾啊，我甲咧问啦吼，问迄个朋友，伊较朋友诶，伊诶好朋友诶朋友啦，吼，伫遐伊较咧讲，伊讲即个人啦吼，伊是哪较有迄种反应，就是讲伊本身伊诶家庭是真正因老爸受着，真正是亲心二诶家属诶，因老爸迄当时着安尼过身去诶，伊嘛毋知安怎过身去诶。但是毋知影精神上安怎，伊着一直拢无爱讲啊。就是迄一遍，毋知受着啥物刺激，可能是迄个牧师咧讲着受难者诶家属安怎安怎，伊怎一时毋知是安怎，怎安尼挡袂牢。伊感觉讲，我即个朋友替迄个朋友，我另外即个朋友咧替伊讲，伊讲伊就是迄当时听啊艰苦啊，伊一直一个感受，就是讲是安怎，我本身诶受难者。我本身受着过去诶艰苦，恁敢知影？你一直咧讲替我来讲我诶艰苦，即个物件实在是藏伫我心内足久。讲想即个物件到底是咱咧讲即个代志讲了伤过度，还是讲即个本身即个人伊受着迄个艰苦、迄个悲惨诶经验，伊怎一个啥物种诶一种？心理上诶病胃疼，伊怎拢无要讲，这是一种病情啊，毋是啦。吼，这是一个。搁另外最近我较知影，我一个嘛是朋友哦，真好朋友。我著70岁啊，伊嘛我想是较少岁60岁。我最近较知影，因哥哥因兜啦，嘛是真正受难是迄个228事件，迄是白色恐怖诶代志。真正受难哦！因哥哥嘛是为着伫即个白色恐怖内面有去关着，还是去受着牵连的。但是伊到暂时，伊拢无甲我讲过，就讲阮咧对谈的中间，伊拢无讲过，伊嘛无表现过。是含伊一个朋友，算做较好的朋友，知影因过去家庭的，伊尾较咧甲我讲，伊讲我敢知影，我讲伊前甲呾毋捌讲过。即马就是梁经遐拄仔咧讲，即个科医师，即个心理医师咧，伫遮，我是一个疑问，讲即种物件对咱一个，我实在是无法度人了解。就是讲因两个是因受着一个受拢白有即个白色恐怖，还是228的受难者，因本身真正是有受着，但是两个其实是拢保持拢伊本身是一种我都拢无爱讲的迄种心情。即个第二个，即个伊是到暂时拢无讲因为伊心情较稳定，我想这是较久，伊较后代。即个讲到尾伊无当然变出来，即个我想迄是因爸爸诶代志。我即摆咧想，这到底伫心理，这到底是心理上是，若暂时即个对心理上来讲，这是算咱无正常，还是讲即个本身受难者伊无正常诶一个心理？我毋知安尼讲，毋知有即种，多谢主任诶分享啦吼。咱时间也特别到，我过来讲即个我拄着一两个例啦吼。来咱甲请即个谢文医师吼，甲咱做一个总结结束啦吼。我是感觉讲，我拄着诶吼，就是讲咱即个
台语文见到人咧聚会吼，大家足情绪化啦。我讲较早咧参加诶时阵吼，按伫1996吼迄阵啊，安尼英剧诶时阵得到遐反应咧，大概是差不多是歇斯底里诶迄种诶吼。啊，第一遍我感觉到即种诶情形是伫台中吼，迄个金国饭店，迄阵啊拄咧举行即个台湾通信迄个全国诶一个读者联谊会。啊，我伫遐咧讲一句话吼，我迄阵啊讲，但是啦吼，但是安那，我伫其中有一个人，怎啊撞起来讲，袂使啦，你较会讲即个，爱讲毋过啦，较会当讲但是，但是伊差不多伊情绪差不多是失控去啊啦吼。啊，第二种，当然我是了解伊诶心情，我也无虾米冲突啦吼。啊，第二遍是差不多应该是要2000年。差不多2000年以后啊啦，啊一边走去城台受即个蒋渭文的邀请，吼啊，伫遐嘛是讲到语言的问题，啊，拄啊无张伫吼，都有一个少年学生吼，我想是差不多20出头岁啊，起来分享讲伊家庭的情形吼，哦，讲甲安尼，靠甲安尼讲袂煞，啊，就是真真诶，我相信。伊是咧分享讲因兜诶即个语言诶情形啊，即个交通诶情形啊，但是伊无法度通控制，所以我是咧想讲，即含俊霖咧讲诶，即个228诶，即个虽然即个创伤吼，检采有一寡类似诶关系啦吼，所以这就是讲，咱拢无咧推广台语文诶时阵，较去忽略着讲，即个一个失语族。吼，伫一个特定诶时间，啊，去互人甲咱诶语言安尼，像今仔日分享诶，遮差不多遮囡仔即世代已经无台语生存诶空间，吼，啊，咱会感觉讲，是毋是咱诶根已经断去啊？所以即种恐慌诶心理，也是讲即种诶毋甘愿诶心理，吼，一直无得到出口，一直无得到，吼，一个头棒，吼。啊，是毋是讲，这是一种诶，咱共同咧面对诶社会现象安尼啦吼。好，安尼无咱就请即个小文医师你来咱做一个结束安尼吼。真感谢。安尼头拄仔讲到诶，我感觉头拄仔听到即种反应啊，其实你若讲医学诶角度，就是就像头拄仔讲诶，即个创伤诶问题。对一个人影响诚深诶时阵，咱其实无迄种经验诶人，有啥足歹了解伊为虾米会遐激动，为虾米会遐愤怒安尼。吼，啊，毋过你若去思考讲，啊，因兜拄着即款代志，因毋是干那讲自细汉可能老爸无伫咧，甚至讲因诶生活经济出即个状况，甚至讲因兜一定有人拢去甲因干死啦，吼，咧甲因，甚至讲感觉出去有人甲因对啊，即款诶，我感觉，咱若去想较深小看，应该着了解讲，即种创伤造成诶艰苦非常非常之大，是大甲一个人无法度承担诶，所以身体咱诶精神才会用一个反应，就是讲，咱拢莫讲，咱拢莫想，当做甲即件代志当做无发生过，吼，你生活才会得过，因为你日子嘛是爱过嘛，啊，所以。像头仔讲诶，即个代志藏伫心肝内，足久拢无爱讲，还是讲最后才讲出来。这其实毋是干那咱讲228即件代志，咱一般拄着诶创伤，像讲为人囡仔是互人欺负诶，还是讲即个细汉互因爸母拍甲大汉诶即款诶吼，即嘛足侪人就是伊会足久非常之久，啊伊会有时啊反应你无法度了解，毋过你向伊像我有一寡患者。讲甲几啊届了，伊才甲我讲啊，因兜发生过即件代志诶时阵，咱才有法度理解讲哦，原来会造成伊遐济情绪诶反应。所以我想这嘛毋是讲无正常，因为正常人你若拄过遮个代志嘛是诚有可能会有遮个反应啦。只是讲每一个人诶体质无共，所以每一个人对遮个反应是无共款诶。啊，当然咱即马大部分诶人可能愈来愈少有即款经验，毋过。我想社会上嘛是有一寡人
因兜有拄过嘛吼，啊，佮有讲，咱今仔的主题其实就是讲一开始，有即个20几岁的囡仔讲，少年人讲，感觉咱讲台文，莫去讲悲情，莫去讲遮代志，毋过这就是，这对咱遮有若真正讲受过白色恐怖的人来讲，伊无可能完全放袂记啦。吼，我会感觉是，就算你暂时无爱讲，迄个也是嘛藏伫个心肝内。吼，啊，藏伫心肝内，其实迄是嘛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压力安尼。吼，所以若是家己以下意见的角度是讲，咱毋是超工要去甲伊吐，啊，毋过咱徛伫一个立场，就是讲，对，咱有即款共款的感觉，啊，咱做伙来想办法，看要安怎来跑。吼，安尼可能是对大家较有帮助安尼。我的看法是安尼，嘿。好，多谢。哦，真感谢大家吼，安尼大家拢共同来做主持人。啊，虽然今仔虽然安尼主讲者无来啊，咱嘛是有一个真深入的讨论啦吼。啊，后礼拜吼，我嘛是搁拄着挑战，伊本地是要安排一个艺人啦，叫做红豆妹吼。啊，要来分享吼，临时煞讲无法度，所以后礼拜节目吼，我是咧想讲要甲我迄个顶礼拜吼，伫遐咧讲即个台美文化的继承吼，遐题目过来讲一遍啦吼。啊，所以天宁遐我知影你有参加吼，另外请你过来支持一下斗招我有去参加即个台美文化继承即个主题吼，这些人来共同来讨论啦吼。好，安尼无咱今仔日的节目咱就到遮哈。好，感谢大家。多谢。感谢大家。多谢辛苦。辛苦，多谢。慧清，真欢喜看到你。我嘛真欢喜，即久无参加活动。呀，多谢你的分享。多谢。那我想说宣传一下，我有做一个 podcast， 嘿，啊，我甲迄个网链放伫迄个群组好啊。好，安尼你敢会当搁拜托你有若放踮咱的即个世界台文化论坛，咱即摆好对，咱即摆加设一个迄个 line group 啦，吼，因为最近佮发觉讲吼，一寡人无法度收到 Messenger 啦，啊伊嘛无咧用 Facebook， 啊所以过去我嘛罕咧用 line， 所以说啥佮加设一个 line group 安尼吼，啊所以请小你若无去嫌，你就家己放去咱即个世界台文化论坛的群组吼，咱啊 Messenger 拢甲送一个安尼吼。啊，毋过赖迄我无加过呢，敢有？我应该有甲你加入吼，啊，所以你看卖啊，你要去咱，迄个咱会当，咱欢迎讲，迄个咱尽量莫送乌白消息啦，吼，就是讲要含咱即个台语文有关的信息啦，吼，安尼袂使。控制较好势咧，啊无。对，啊无吼，无因为信息伤侪吼。你乱口毋知要你若要送真正的迄个资讯出来是会传呀。啊，所以我即摆我转造出来。所以我即摆学较巧啊，所以嘛是爱观察一下啦，无观察袂使。哦，安尼中间遐若有迄个 line group 的，看你甲放踮倒一搭，我嘛是毋知影讲有即个 line group。你嘛毋知即个 line group 吼，所以讲即个咱即摆即个平台吼，做人家困扰啦，因为吼，逐个人用的物件拢无共款啦，吼。啊，所以咱小可变一下吼，咱时间来小可变一下。哦，啊，就啥规个拢火去，嘿。啊，我嘛感觉讲即马改做即个时间，较早有看迄来诶，那时候嘛拢全无来参加。嘿。啊，本地首版是讲咱休3个月啊，我是想讲哇，我来讲咱休3个月，逐个人就拢走去吼，啊无想着讲咱改一个时间，改一个平台吼，全规个拢回去。啊，所以咱即摆咱就是讲，咱到3月吼
3月咱北美遮的这冬令时间结束了吼，咱搁转来原来迄个时间啦，嘿，啊，啊无再搁甲我加入去啦。搁你加入来，因太乱了，我怎跳出来？歹势。我即摆有咧讲者啊，即摆就是讲，若是无重要的、无相关的消息，我会尽量甲抬掉。啊，是啊，啊，连公爷若看迄个 Line group 看若安怎，嘛是你真讲介意讲。我你咱，你拜托你送一个咱的 message 互我好无？安尼我较知影要哪甲你加入去。哦好，啊你有 Line 好，啊我送你 Line。你我 personal 咱的名就是郑良光安尼。OK， 郑良光是用中文来写还是汉字写？对，汉字写。OK， 好，多谢。咱今仔日就到遮哈。好，谢谢。